位乡亲啊，咱回头继续来看俄罗斯侵犯着乌克兰。这个联合国的统计，已经有200万乌克兰的人民逃命到隔壁国家，其中一半是囡仔。有一个小男童，即摆看到这个爸爸爱去受责，伊袂甲爸爸来分开，一直靠拍这个爸爸的头盔。爸爸嘛真悲伤，摕糖仔要甲后生来安打，但是后生买糖仔，干那要爸爸。这个战争甲骨肉拆分开，互人看到真艰苦。 一个乌克兰的查甫囡仔大声伫哭，搁开老爸头盔，伊无爱甲准备上战场的老爸分开。这个老爸虽然真艰苦，嘛是强忍悲伤，糖仔摕出来拥抱这个查甫囡仔，伊无爱食糖仔，伊就敢若想要医这个老爸。这个骨肉分离的场面发生伫基辅附近的伊尔平这个镇。 当地和俄罗斯的军队一直讲，真侪妇女囡仔不得不甲厝内人道别，赶紧撤离。另外一个让人唔甘的场面发生伫真侪空袭的哈尔科夫。这个8岁查甫囡仔叫迪玛，都开过刀，无啥物溃烂，因为徛喺附近被轰炸时，伊的头壳和榴弹弹到，不得不赶紧开刀接受治疗。Это осколок через щеку вошел, вот застрял в затылочной части. 加在这查甫囡仔手术真顺利，捡回一命。另外一方面，已经逃离战火，到利维夫的难民是烦恼囡仔未来。Дуже шалені. На правому березі Дніпра взагалі стріляють по жилим домам та людям. 联合国表示讲，这波乌克兰的难民有一半是囡仔，因的人生嘛，因为这场战争发生重大改变，因的未来又搁伫倒位，成为大人烦恼的问题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